凭什么你住进老爷正房？老爷生前立你为正了吗？哼，那老爷子立你了吗？哎呦，这二位在甄家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们是该争的不争，不该争的却拼命争呢。什么该争的不该争的呀？那别忘了还有甄云那丫头呢。所以呀，咱们不争，咱们先闹，先给甄云那小丫头一下马威。甄云那丫头猴精猴精的，老爷子一死啊，她的天也塌下来喽。按照家谱，当家的该是大少爷乃祥吧？大少爷，一个废人了，要不是桃花？可是呀，这老爷死在谁的床上呀？掳走了蓝宝石戒指，那个狐狸精啊，早就跑得没影了。那就是素琴，她也不是个好东西，跟她从娘家带来的弟弟小云有扯不清的关系。所以呀，先素琴，再甄云。二位奶奶，咱们在甄家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。从今去吧，终老，佛殿远离却下姨奶奶姨太太去。别吵了，那边有人抢起来了。那是我呀！快点！小姐，大小姐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你还坐得住啊？那些姨太太、姨奶奶们又砸又抢的，正在闹分家呢。什么呀？亲眼看到的，我可还没吱声呢。哟，亲眼看到的，你亲眼看到什么了？别仗着自己是个奶妈，就在这儿瞎说八道。有种你说呀，你说呀！你以为我不敢说吗？你跟乃祥我都撞到了。你个小妾，你个小婊子，居然敢打起我来了！你骂谁呢？我就骂你！你这个小婊子，不要脸的！放手！小姐，都3天了，老爷该入关了。滚！
你辛苦了一辈子，赚了多少钱？可是现在，你刚闭上眼，家里就闹起来，连你手上的戒指也被抢走了。他们都急着要你下葬。姑妈，爹，你刚走，家里就闹成这样，这个家可怎么办呢？但是爹，鱼儿记住了你一句话，那就是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小，什么是大。少有怎么抢的呀？人呐！是个人，都给我滚出来！哎呀，来了！门都等不得开了，七公公，你疯了！我疯了！真千叶，千叶老弟，我真妻终于回来了！不得了了，那个灭甄家的人就是你呀！对，是我。现在我宣布，甄家产业都归我了！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甄七爷带着家丁来灭甄家了，不得了了！给我喊！现在甄府谁当家？现在甄府谁当家？喊！现在甄府谁当家？现在甄府谁当家？你去，不是该你当家了吗？你不是想当家吗？你去啊！对，叫素琴，素琴是长房长媳，让她去。不是素琴，是甄瑜。现在是甄瑜当家。对呀，现在是甄瑜当家。现在甄府谁当家？终于出来个管事儿的了，去，把所有账本都给我拿出来。不去拿？那我们去。让开！凭什么我爹一死，甄家的财产就变成你的了？有族规在，上下不分。根据甄氏族规，上下不分，乱伦就要没收全部家产，就要从甄氏家族扫地出门。什么叫扫地出门？就是灭。谁上下不分了？你爹。朱山叔，给七公公看座。去花厅。这个女人是族人在她逃跑的半路给抓回来的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冤枉！谁说是你？你干什么了？七公公，你抓他干嘛呀？你父亲甄老爷是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他死在床上。我父亲当然死在床上，不然你希望他死在哪里？可是他不是死在自己的床上，他是死在儿媳的床上，是死在儿媳的怀里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样。先把他放到水里去。七公公，你确定是桃花吗？我确定。你亲眼看见了？这么说你也在屋里啊？那你是在床上还是在床下呢？你既然看见了，为什么不劝劝他们呢？我没看见。你好啊，七公公，你既然什么都没看见，拿个陈坛的女人来吓唬我！我要是被你这两下子给吓着了，我爹白疼我了。
把人拉出来，淹死了就死无对证。七公公，你说甄家上下不分，谁跟谁呀？桃花，你说不说？你把甄家的淫乱给我说出来！今天我七公公做主，饶你不死。我不知道啊，大小姐，求求你救救我呀！放声！慢！哎呦！七公公，你说是桃花告诉你甄府上下不分的？一点不错。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10年前吧。哎呦！把他放下来！不行，放！桃花，10年前你就在甄家装过鬼，有人让你喊“甄家一日不灭，苏城青玉永不复还”，那个人是谁？我只能听见声音，我看不见人。桃花，七公公的架势你也看出来了，你这条命他是不稀罕的。如果你讲实话，我还可以救你。那声音好像……那声音就是七公公，对不对？还用得着说吗？好你个真妻！10年前你就派人来欺诈我哥乃祥，制造谣言，装神弄鬼。我告诉你，说甄家上下不分，没有是你栽赃陷害，有就是你无中生有。今天你要还我们甄家，还我们甄氏家族一个交代。你反倒弄到我头上来了，怎么交代？这大门怎么倒的？你怎么给我扶起来？办不到！别硬撑了，说明白点儿，你们家也有良田千顷，够抄的了。今天，你不仅仅要把大门给我修好，还要在甄氏祠堂门口宣布恢复我们甄家的名誉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就跟我去见官。是，我爹是死了，但是也不见得人一走，这茶就凉了吧？竹山叔在。送客。是。桃花姐，小姐，你这次把我救出来，不会再派人把我扔进花园里的那口井吧？我既然救了你，就会放你一条生路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把你赶出甄府的。拿来吧。我就知道他在你那儿。爹，这下你总算可以放心了。小姐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啊，对了，小姐，我想起来了，老爷死的时候，我忘了告诉你。告诉我什么？他连喊了3声“小云”，连喊3声“小云”。那他有没有说别的？没有说别的。竹山叔，
去把桃花姐的房间收拾出来，让她早点休息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恩情的，谢谢你。真鱼，我被军阀抓进监狱，又被失散多年的舅舅赵廷芳救出。吴才道的仇，我是一定要报的。鱼，你不用担心。另外，那位帮助我的古董先生和我时常见面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上他了。你做梦都不会想到，我遇上的那个古董先生，和画报上的优雅男子几乎一模一样。是我的。姨奶奶，这东西嘛，拿了就拿了，不用还了。还费这个事干什么？我没拿，现在倒是不费事。这么一来，就显得你们对大小姐人小，心眼也小，出手也就这么小里八气的。1个多月了，你看看你，头上都长草了。啊？哪有草？你看，你看，这不是草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姐姐，我好久没吃东西了，我想到你家里来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怀府。怀府。来人呢，给怀府拿点吃的。是。谢谢姐姐。那，你原来在哪儿啊？我原来是七公公那边的。七公公那边？那你为什么要来我家呀？七公公让我说，他打我。那他到底有没有打过你啊？没有。好啊，原来你是来当奸细的。不，嘘，七公公不让说。小姐，给他。我怎么看着你有点眼熟呢？哪儿见过？那天你掉在河里，是我救的你啊！原来是你呀！啊，那好吧，那你就到我家来吧。不过以后可要对姐姐好啊。一定对姐姐好。好吧，那你就又当七公公的奸细，又做救过我的人好了。走去陪我骑脚踏车。你们走吧。我来了。好。姐，你慢点儿。没问题。姐，你慢点儿。没事儿。小心点啊。小
姐，我这2个轮子的马还不错吧？那当然，姐姐你喜欢的，绝对是苏城独一无二的。不过姐姐，你不能再叫我小奸细了。为什么？我是奸细，但我又不是奸细。那不还是奸细吗？你回头这么一喊起来，我在甄府就没法做人了。还挺细心的，好吧？那姐听你的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心！没得比了，我还以为我的就是天下第一了呢。哎，你骑的那是什么呀？怎么比我的脚踏车还快啊？不会是汽车吧？飞机，你想说的是飞机都行。多少银子？归我了。你谁呀你？你谁啊？你看我是谁？好像有点面熟。我是你舅舅。哎呦，是袁小云！袁小云回来了！这袁小云回来了！袁小云回来了！袁小云回来了！小云？哪个小云啊？当年乃祥的小厮，苏婷的那个弟弟。哦，当年跟乃祥下过毒，逃跑了10年的那个小云。没错，你们想起来了。弟弟，姐，我来看你来了。第一，我是回来看我姐的；第二，不是有句话，甄家一日不灭，苏城百年清誉永不复。灭甄家的人就是他。不好了，灭甄家的人真的来了。不是，小云，你不是的。是又怎么样？不是。小云，你就是想姐姐了，忍不住了，回来看看姐姐的。这杀气腾腾的架势，是来看姐姐的。答应姐，明天你就走。我求求你们，别说，千万别说，不然等大小姐一回来，就是一场血光之灾啊！好，我们就憋着忍着不说吧，给素琴一个面子。对，反正这家里第一个该死的就是甄瑜这臭丫头了。袁小云回来了，这一下我们可有好戏看了。散了，别让人见了，还以为我们在搞阴谋诡计呢。姐姐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让厨子去做。随便。谁让你拿这条白围巾擦汗了？把它给我洗干净，熨平了，撒上香水。我以为姐姐不要送给我了。我什么时候说送给你啦？
叔准备银子。准备什么银子啊？你呆子，人家都把东西送上门了，当然要给银子了。要多少银子啊？当然是要多少给多少啦。谁在动我的东西？是你？真的是你呀？哦，这么会儿功夫，变了个人似的。哎，这宝贝真的归我啦。哎呀，那个人是袁小云吗？是啊。干嘛不说话？哼，我还以为你是个瞎子呢。你戴上这个眼镜儿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躲在后面可以多看女孩子？嗯？我想看谁就看谁。小姐，这就是我那个弟弟袁小云，刚从上海回到苏城，要在府上住些日子。对了，小姐，我想起来了，老爷死的时候我忘了告诉你，他连喊了3声小云。怎么了？小姐不记得了？小时候你们2个还在一起扯姨奶奶的裹脚布呢。快过来呀！等等我，快点！哎，快点！好玩跳啊！哎，来，接上，来，好玩吧？缠。这个画报上的人是你吗？把眼镜还给我。我还以为你不要了呢。干嘛？又想躲在后面看姑娘？你可别激我。小姐，你忘了他的坏脾气了？我这个弟弟话不多，可是英倔的，最受不了别人激他。没事。啊，对了，怀府，你赶快把二姨太太的房间腾出来，专门给云少爷放置摩托车。这下雨淋坏了可不行。哦，那间房间已经腾给云少爷了，把3姨太太的房间腾出来行吗？好。啊，对了，一会儿啊，你帮云少爷把这车给抬进去，可千万别把云少爷的衣服给弄脏了。好。对了，小云，你想吃点什么？你赶快告诉我，我晚上让厨子去做。要不这样吧，怀府，你跟厨子说，让他把他那些拿手本事全都使出来，今天晚上做一桌子好菜。哦。哎呀，这下咱们家可热闹了。小姐，咱们甄家哪样菜不是好啊？可千万别把他当贵客。这样吧，还是我自己去跟厨子说。小姐，大小姐，老爷一死，我也就实在不敢瞒你了。这个人是来害甄家的，当年乃祥就是他害的。没法烧啊，说胡话。小姐你不识好人心。谁说的？就瞒着你一个，不相信你问竹山、四姨奶奶、素琴，问所有的人。不可能。朱山叔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当年我哥哥乃祥是小云害的吗？他这次是不是来灭甄家的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当年老爷不让说。我不信，我真的不信。
是小云对你下的毒，是他害你的吗？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告诉我吧。如果是的话，你就眨一下眼睛。哥，你别吓我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们重来一次。如果是的话，你就眨一次；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就眨2次。眨呀，哥，继续眨呀！谢谢哥。四姨奶奶，事关真假生死存亡的大事，自家人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呀？那是谁？哼，毒倒了乃祥，小云可是当天晚上就跑了。谁呀？还能有谁呀？不可能，谁亲眼看见了？哼，那你就自个儿去问问小云吧。相信最美的花一定会开在雪后的大地。你和你姐姐去哪儿了？你敢说实话吗？当然，灭乃祥的是你。是我。你心想灭甄家的呢？是我。不对吧？为什么？天底下哪有做了贼又说自己是小偷的？不是你。就是我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！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。你的眼睛让人放心，是能见到底的。小云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。小云，你不要记恨我好吗？我对你一见钟情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相信我的感觉，我更相信我的眼睛。竹山叔，把这些玻璃碴子都收拾干净了，一星一点都不能剩，要不然会伤着脚的。竹山叔，大小姐，这些年，甄家是不是得罪太多人了？是。真是这样，那以后家里人就不要再对小云乱说什么了。明白。这是你最爱吃的东坡肘子。云少爷见过大世面回来了，除了哈雷之外，还有什么稀奇的？没有了。那你就说说上海吧，说说外面的世界。我就像一个井底之蛙一样，成天闷在苏城，闷在家里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都没想过。真的很想知道吗？当然。上海是个有很多外国房子的城市，那儿的楼房尖尖的，比这小姐楼不知要高多少倍。
城里到处能看见外国人，停在海边的大轮船，通向法国、英国、美国，通向全世界。这200年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先是1765年，英国发起了工业革命，瓦特发明了蒸汽机，有了火车，有了轮船。1844年，摩尔斯发明了电报，也就是国人说的“滴答之声悦耳，瞬息千里眼”。可是，一转眼，到了1876年，贝尔发明了电话，这时候已经是不见其人而闻其声了。而我们的国家，曾经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，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。然而现在呢？现在只能被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。外国比我们先进不知道多少倍，国力衰败，科技落后，落后就要挨打。鸦片战争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、甲午战争，我们承受了多少的屈辱？但是现在，小日本又来我们的领土上闹事。而这些政府官僚呢，只知道闭关锁国、夜郎自大、勾心斗角、卖国求荣。他们禁锢思想，轻视科学。他们用极端的专制手段，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天性，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。致使举国上下奴性泛滥，精英分子噤若寒蝉。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，3个中国人就是一条虫。内讧，没完没了的内讧。他们只知道窝里斗。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愚昧无知、损人利己、见利忘义，不劳而获，好逸恶劳。富者骄奢淫逸，那是家常便饭了。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自私、虚伪和无耻，尔虞我诈，指鹿为马。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的话，这世界会吃人的。我们这个国家，我们这个民族，我们这一代醒觉的人，应该努力的把这个民族团结起来，诚实守信，崇尚科学，遵纪守法，用辛勤的劳动，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强大，这样外国列强才不敢欺辱我们。说得太好了，吴妈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我成了大烟鬼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听云少爷讲上海的事情，讲外面的世界，讲中国的问题，比抽大烟还过瘾呢。你是把我的话当鸦片抽了吧？不是，我是觉得听你说话，好像在黑茫茫的大海里看到了一盏灯，我就不由自主的被吸引过去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干嘛？我就知道你们想笑，想笑就笑嘛，干嘛憋着，多难受啊！看着我。还是你好，该笑就笑，该哭就哭，像我。怎么样？你们笑够了吗？小云，你接着讲啊，还没讲完呢。听素琴说，你上的是洋学堂。在上海的教会学校，那儿有西洋教师，我就住在教堂的阁楼上，时常站在教堂的钟楼顶上，看飞来飞去的鸽子在天上翱翔。仿佛自己也在天空翱翔。那个时候，我感觉到天真高。要是我也能变成一只自由自在、可以到处飞的鸽子就好了。我也想飞过去，去看看上海。啊，对了，我差点变成一只鸽子，跟婉月一起飞到上海去。婉月已经变成鸽子，飞到上海去了。对，婉月还说她找到了一只公鸽子，
听说啊，是一位古董先生，他还说见了之后要让我吓一跳呢。我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啊！小云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上海是有钱人的天下，小姐是有钱人，自然随时可以去的。我想跟你一起去。你将来有了姑爷，他自然会带你去的。不，我要你带我去。对了，我还要去看看婉月，她信上说她快要结婚了，可是信却突然间断了。结婚？嗯，是自由恋爱，真让人羡慕。我有些事情要去办，告辞。哎，小云。玻璃换上了，碎玻璃都扫干净了。是，小姐。云少爷屋里的家具都重新配了新的，只是屋子空久了，有些潮气，已吩咐人生了炭火去湿。那云少爷的被子都换成新的了？换了，一共给云少爷屋里拿去4床被子，2床3斤的，2床8斤的，都是今年才新的新棉絮。另外还有2床4棉的被子，照您的吩咐，我连那屋的马桶也都换成了新的。我不管这么多，反正啊，要跟我的一样，啊不，要比我的还要好。对了，竹山叔，你还要帮我打听打听，云少爷他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？还有，怎么样才能让他开心？这个，小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再疑神疑鬼的了。人家是一个人在外面待久了，想姐姐了，才回家看看的。那是肯定，云少爷是个聪明人。哦，他从小就聪明啊？是啊。竹山叔，我想问你个事。老爷临死之前，是不是连喊了3遍小云呢？不知道，小姐，没事，我先退了。哦，去吧。小云，我们一点都不陌生，我们好像早就认识。你跑不了，你是我的。姐，小云，我给你带礼物了。给姐姐带了什么？啊，好香啊！有你这份心意，姐就心满意足了。我看，还是把它送给大小姐吧。为什么？是叫咱们寄人篱下的。姐，小云。瞧这弟弟，明明给大小姐准备了礼物，却不好意思拿出来。你看，只有大小姐才配呢。香水啊，谢谢云少爷。你干什么啊？送给我就送给我嘛，还不好意思说。对了，婉月说在上海，她遇到了一个跟你很像的人。婉月？我的小姐妹啊，感觉中你们俩好像认识啊。你喜欢我吗？你会后悔？后悔？我一见到你，我就恨不得愿意为你去死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不是礼物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不是礼物，我也收下了。是枪，快放下！干嘛？你舍不得啊？他会要你的命的。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小云，
这会出人命的。你不懂。少爷，这是我们家小姐一夜没睡缝的。见过土豪，没见过这样的土豪。这甄府真有意思，大小姐不在，也没人问，没人寻。哦，我这就去找。在哪儿啊？哎哎哎哎！大小姐，都说你最孝，可你爹刚去世，你却在校服下面穿红戴绿，你这是孝的什么孝？家规何在？嗯？七公公好眼力呀，连女孩子穿的什么内衣裙你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家规上什么时候规定我不可以这么穿了？哟，这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。鱼儿，我们长辈都在等着你呢。鱼儿啊，你爹就这么撇下我们走了，留下这么一大家子，总该有人辛苦操持吧？子承父业，这家该由乃祥来当。乃祥如今只是行动不方便，作为少奶奶，今后就替乃祥多跑跑腿儿好了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是五姨奶奶呢，还是六姨奶奶呀？是啊，不知道该叫你妹妹好呢，还是儿媳。你胡说！谁说乃祥废了？身体好着呢。生病康复，人之常情。你们是不是盼着乃祥好不了啊？你们都盼着乃祥好不了了，想霸占甄家家业吗？你也想学慈禧太后来个垂帘听政吗？你。乃祥这样，大家都看见了。子承父业，那是成不了了。甄家的产业理应归甄氏祠堂所有。甄氏族规里那是写的清清楚楚、清清楚楚啊，那是毫无疑义的啦。都已经民国了，民国，国父孙中山讲的是民权民生，讲的是男女平等。姐，你以为你的肩膀能扛得起甄家吗？
你应该睁开眼睛看看，难道你没看见，你的周围都是些自私和阴险狡诈吗？难道你没有看见，都是一座座黑色的大山吗？袁小云，一座座黑色的大山，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我没说你，你急什么？你是谁？按照甄氏祠堂的规矩，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。七公公又说到点子上来了，甄氏族规。竹山叔，你告诉他什么是甄氏族规？按族规，家规，父业子承，无子，女承。好啊，鱼儿现在还小，就让我们这些奶奶们帮她管理家业吧。对对对，反正我们这些做长辈的，自然辛苦些就是了。还是垂帘听政啊？那是光绪当皇上时候的事了。刚才袁小云说了，现在已经是民国了，所以还是请各位姨奶奶们安安心心的享清福吧。吴妈，你再挪来挪去，就让你滚出去。竹山叔，给吴妈端个椅子。是。竹山，你是甄家的老人了，你站在哪边？当初老爷把你捡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剩下一口气了。是。所以我听老爷的安排。这是老爷留下的遗嘱，10年前就写好了。甄氏千叶遗嘱，甄氏独子乃祥久病不愈，刻专利遗嘱。甄氏千叶若亡故，所遗甄氏家业，统由女甄瑜继承，海枯石烂，不得变更。此主既立，大孝3生。图我甄氏家产者，望洋兴叹，可以休矣。甄千叶。竹山叔，你不会是自己写了这份遗嘱，来糊弄我这些姨奶奶们还有嫂子们吧？这么大的家业，我爹怎么会交给我这么个半大的女孩子呢？小姐，青天白日在上，我竹山手中如是份假遗嘱，天打五雷轰。10年前，老爷就写好了遗嘱，命我放在正堂的风清月白的匾额后面，密不示人。怎么才拿出来？不对。老爷说，要等小姐长了本事，凭自己的本事接管了甄家，拿出来才可以服众。听说你要把甄府里面的奶奶太太们都撵出去，都是伺候过老爷少爷的人呐。长本事了，你这点本事竟用在这上面了。大小姐，姨太太、姨奶奶们，可各自都有各自的名分。母妈我自小奶大了你，一撵出了门，可就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谁撵你出门了？我半大的丫头，敢撵长辈们出门吗？不信就当面问问。光是姨奶奶们，每月的零花钱就是500块大洋。袁氏屋里的东西一律不动，4间敞明敞亮的大瓦房住着。姨太太们自然少一些，有限，情况也差不多。这些你们还要不要啊？要啊！不要，我们吃什么呀？朱山，把遗嘱交出来。咦，遗嘱既已宣布，这就要大小姐说了算了。她说了算？屁！遗嘱事关家族继承，你竟敢把遗嘱只念了一半！朱山啊，不要慌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天塌不下来。鱼儿，舅舅会秉公办事的。爹若一逝而去，有些话要和你说清楚。爹的一生虽强横霸道、乱七八糟，但爹没有强取豪夺任何人。咱们甄家有许多房产、地产、字画、宝物，都是用尽机巧弄到手的。爹这一辈子要面子，不肯认这个错。鱼儿，爹立志
好好查一查，访一访，图甄家财产的固不可逾，但欠人家的一定要还。我们有了，别人就没了。鱼儿，把欠人家的，特别是甄氏家族的归还。鱼儿千金散尽还复来，答应爹。查老爷，各位乡绅，听到了吗？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才是甄老爷真正的遗嘱。族长齐公公我为我们甄家争回了面子。我们要遵照甄千叶的遗嘱，把甄家的产业给分了。慢，今天齐公公把苏城行事端正、有头有脸的绅士都请来，就是想主持个公道。这么大的事，应该问问查老，也应该问问众乡绅。好，我们就要请诸位主持个公道。甄家可是苏城首富，就这么说分就分了？查老爷，主持这个公道，我们首推您了。对，新公理正，众望所归呀！一言九鼎，我等全听您的。是，我们全听您的。对，您心所向嘛，那就分。舅舅，鱼儿，舅舅为人，第一是公道人心，心公理正。分。甄氏家产分割单，清，粉彩堆贴，花草鱼藻纹，棒槌平一只，红豆木玛瑙头，嵌金拐杖一个，双狮细珠银柄佩剑一把，精致观音像一尊，明杨文聪山水图轴一幅，明谢时辰山水图轴一幅，清康有为手书联一幅，清蒋伯花鸟条轴一幅，由甄家祠堂保存。甄家祠堂外500亩水田，照甄老爷生前契约，赠送祠堂所有。甄家商业街铺面36间，归甄氏祠堂所有。查老爷，各位乡绅，甄府财产根据甄老爷甄千叶的遗嘱，全部分割完毕。今天我们请来苏城的查老爷签字作证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甄家人没有欺负甄家自己人。等等，今天恰恰是查老爷没有资格签字作证。各位乡亲，各位父老，证人也好，作证也罢，最重要的是公正二字。而我的舅舅查振庸，查老爷，恰恰做不到公正二字。姑妈在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枕头是我娘查淑仪临终前留给我的。她再三嘱咐，一定要让我好好保存。10多年了，我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，直到今天，我舅舅查振庸突然翻脸，这让我起了疑心。他口言心公理正，却要散尽甄家的财产。五妈，把枕头剪开。是。妈妈走了，不要惦念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妈走了，你爹自然会疼你的。妈最放心不下的是你的舅舅查振庸。你舅舅自小和妈的感情非常好，妈嫁入甄府后，种种遭遇让他把甄家恨得咬牙切齿。舅舅对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就是要让甄府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妻离子散，
家破人亡。各位乡绅，我请你们验证一下。众位乡绅，鱼儿虽然年幼无知，但是对我爹还是非常的了解。刚才宣布过的我爹的遗嘱，并未给大家过目。七公公，就请你把遗嘱交出来，让众位乡绅验证验证吧。不过，我的舅舅查振庸查老爷就不用看了，交出来吧。汪局长，请您主持个公道吧。好。诸位，刚才查老爷的手下，也就是这个人，他所念的内容子虚乌有，纯属伪造。这全是他编造的，跟查老爷没有关系，跟我七公公更没有关系呀！小云回来了，姐，我给你准备了新的内衣裤，正好给你送来。一晃就10年了，一切看上去就像昨天一样。我给你的镯子，你到现在还留着。姐，我走了以后，我知道你很难，他们一定会问我为什么突然走了。他们为难你了吗？他们疑神疑鬼的，可又能想出了什么来呢？我恨这个家。已经狠心让姐姐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留在甄家10年了。真的喜欢甄妮吗？你说呢？ 我
姐姐和真鱼，你究竟喜欢谁？你说呢？小鱼长大了，不要姐姐了。你憎恨那个目中无人的甄大小姐，是吗？你说呢？素琴姐，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哦，我给小云准备了一些好吃的，我要给她送过去。她不在，一早就出门了。她又出门了，去哪儿了？听门房说，好像有个学生来叫小鱼。学生？是啊，还是个女的，穿着恒荣学堂的校服。没想到，扎家的美美戏院，竟然破落成这样了。你们还记得善良的老汤姆叔叔吗？朋友们，我在他的坟墓前向上帝保证，我不会再让家里有一个黑奴，我会想尽办法使奴隶获得自由。要这样念，朗诵的时候要充满感情，像你刚才的念法是不对的。我们要把抑扬顿挫的语气语调给表现出来，这才叫话剧。不掌握可靠的人证物证和有关资料，却将此案无关的华人百姓抓进了大牢，并无视法律的程序，被无辜的判处了死刑，而真正的凶手却无人追查，逍遥法外。在警局，无辜华人却遭到刑讯逼供，在进行人身残害，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该案被无辜抓进大牢里去的华人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你表演得不错，继续努力。小鱼，哎，云少爷，李小姐，李小姐，袁先生他可厉害了，他会拍好多好多的话剧，还能英语讲话剧呢。姐，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同学，你们排的这话剧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是美国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。哦，那为什么要躲在这里排啊？怕被别人看见呢？能有这个地方排练就不错了。幸亏有袁先生帮助我们，他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哦，你们怎么认识袁先生的？现在有谁不知道甄家回来一位上过上海洋学堂的袁先生？有谁不认识袁先生啊？从脑袋到衣裳，全都是新的。那男男女女在一起排文明戏也是新的。我外公恨透了文明戏，不过我看你倒跟你外公不像一路人。对了，千万不要告诉我外公，我们在这里偷偷排演文明戏哦。干嘛？你怕他们呢？不是，我们排好后要演，我要猛地吓他们一跳。从来没见过如此优雅、如此完美的男子。姐，从学堂回来，你就一句话都不说。你是不是着凉了？姐，要不要抽口烟？他怎么又不搭理人了？姐，哎，姐，
却是满脸的泪。你又问我为什么一个人躲起来伤心，我要告诉你，那是我的幸福。你答应会在哪里，把你做的梦全部与我分享，我又怎么对你说？如果欢乐真的太少，我会让眼泪落在每一次相遇。原来眼泪会是甜的，就像你在我心底写下的缠绵。我突然想却好怕，怕从此失去你给我的温柔。原来眼泪会是甜的，一点一滴模糊你远去的模样。我知道你会爱着我，世界如何将爱分开，我相信。郑小姐，坐。那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写的一首诗。给我看看。不行。给我看。给我的。这个字呢是字母 Y， 比如说你的名字鱼，就可以用 Y 代替。哦。如果你是急流，我就是流进你胸膛的小溪，和你生生世世相融不分离。如果你是夏夜的一只百合，我就是你花瓣上的一滴露珠，滋润你抵御骄阳的酷烈，成为你枝叶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是云中秋月，我就是……你现在有别的事吗？你想干嘛？想让你带我去骑摩托车。那可比不了你的轿子，又舒服又体面。坐吧。坐后面呢？那我怎么看风景啊？那你想坐哪儿？我要坐在前面。太危险了，也不舒服。再说，别人看起来就像你坐我大腿上一样。坐在腿上又怎么样？你怕呀？我怕什么？我怕吓着别人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坐前面。坐吧。走了。好，放心骑吧。我们真公馆呢是没有门槛的。
就为了这摩托？当然不是了，是为了我哥的木轮车。我怎么听说王木匠才来过？讨厌，快走吧！